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2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带观众朋友来关心上新的消息。昨晡透早，宜兰五街有一个负责人，伊骑车要去买菜，煞去有一个食酒赛车的查甫人弄死。想袂到，这个23岁查甫驾驶，伊弄着人煞是当场活着做伊走。警方就去甲这个驾驶引导，伊的酒测值有甲0.61，那警方嘛随家送地检署侦办。透早4点天啊未光，一个查某人骑车出门去市场买菜，雄雄对向一台轿车冲过来，甲伊连人嫌车弄甲飞出去，最后弄到路边的铁架才停落来，价程拢互监视器翕到。当地骑驾时真大声，弄到声音惊精神。我就一两个出来看到这个发生什么代志啊！我一开就我那个遮阳板就掉下来，整个这个就垮下来，都垮下来，啊，车子就是卡在那里。对啊，卡在里面了。造成事故车车头受损真严重，铁架条啊也断去。厝顶另一边原本停伫内底轿车用弄到，离发生的这个车祸地点位伫个宜兰县五吉乡清河路二段。63岁姓高这骑车人当场死亡，造成事故23岁至4人的人，当时无通报救护，离世逃走。了后伫厝内底，互警方抓到，酒测值达到0.61，互依照涉嫌公共危险、逃走者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该林姓民众坦承驾驶肇事逃逸，警方当场逮捕并实施酒测，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公共危险、肇事逃逸致死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根据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统计，今年1月到7月，全国30类啉酒开车交通事故死伤有6046人，比去年同期增加5.6%。法令愈来愈严，数据确实欠悬，应该是甲新冠疫情解除禁令了后，民众斗阵啉酒机会增加，心态放松有关系。因为今年疫情整个解封，所以呢，国人又恢复了过往就是聚会还有饮酒的场合，也因此我们看到在这1到7月慢慢的爬升，这是令我们忧心的。警察局他们要多多进行临检取缔，这是最有效遏制酒驾上路。专家讲，啉酒开车大部分是累犯，政府应该评估这个人是不是有酒瘾的情形，应强制转介治疗。另外，警方应该较加临检，才较有法度阻止啉酒开车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伫家己面向的一个无买项，因为真下，若是有人违规停车，就会影响出入。有住伫遐的住户就控诉讲，7年前有人把车停伫咧因兜的车库头前，因翁婿拄好人伫无爽快。伊的车无法度驶出去，救护车嘛驶袂入来，地主去牵着送病院的时间。律师提醒，若是因为违规停车，地主去影响到救灾或者是送病院的时间，恐惊会有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差不多5米宽的无尾巷转弯的所在，一边红线，若做有路边停车，就敢若一台车会当通过。嘉义民雄建国路3段这个巷仔路住户讲，巷仔路黑白停车。7年前，害伊的先生身体无拄好要就医的时阵，因为车互人停伫车库前，找无车主刷车，无法度出去，救护车嘛无法度入来，无法度即时就医。到每一家都问不到说车子是谁的，然后等到我先生说他很难过，已经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叫救护车来，救护车就算来到我们家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货车停伫巷仔路转弯的所在，后车停上牌，各种停车状况拢互监视器录落来。不过附近的住户看法无共，讲亲友也是维修人员来访的状况难免。大家平常时拢会互相通知刷车，问题无大。我叫人来红灯去，爱来停车无？叫人来变面床爱做停车无？拢嘛会嘛，阮厝边大家拢知影，大家小心者安尼尔。该处虽未画至红线，但现场如果明显影响妨碍他人车出入之情形，警方到场还是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进行举发。那妨碍别人车进出会当罚，律师表示，若是民众有违停行为，致使耽误别人救灾还是就医，可能爱负民事侵权赔偿责任。提醒民众停车一定爱遵守法规，以免害人害己。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秋天虎头蜂是真歹，大家若是去山区，都要特别注意。台中逢甲大学的登山社，昨日为南投的三林溪要去阿里山的时阵，去拄到虎头蜂，拢总有10个学生去互虎头蜂叮到。另外，伫咧新北市双溪山区，昨晡嘛有7个游客去互虎头蜂叮到，现场是赶紧送病院。
学生真细腻，划过树基行落去，离下晡逢甲大学登山社24学生对南投三拿溪到嘉义阿里山的水游森林爬山，却是伫中途拄着虎头蜂，有6女4男和虎头蜂中着伤。本局获报另派遣阿里山，还有深井南投县消防局、接同警察局、农业部林业署等搜救队伍前往搜救。那经到达现场，初步做一个检伤分类，发现有10个人遭风来蛰伤，其中有2名这个呼吸急促的情况，但是皆意识清楚。七名山人暗暝摸拢无看，路顶遥远，警消结合真侪单位去救援。伫2日透早将近5点，才甲学生送落山就医。由秋天是蜂群自受探死的季节，虎头蜂上多也上歹。最有森林步道定定出现虎头蜂去叮着人，农业处委托嘉义县救援协会去甲蜂收慢掉。大部分人看到虎头蜂他会害怕，会用东西把它挥走，就会造成虎头蜂分泌赛洛蒙，然后召集很多那个蜂群过来，开始对群众攻击。建议就是看到虎头蜂，就是静静的迅速走开。相关是拄着虎头蜂，离新北市双溪的灿光寮步道有8个民众伫爬山的时阵，互虎头蜂攻击，有7个人互叮着，赶紧送病院，加在人有清醒。消防局提醒，看到虎头蜂会使用衫甲头壳砍掉咧，赶紧离开现场，莫讲话，更加莫动手去会走，万一互叮着了后，会真喘、心肝皮肤彩，甚至过敏性，引起这情况，赶紧送病院。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今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持续减弱，台湾北部的温度会搁再回升淡薄。咱做伙来看温度。拜时进前早暗的天气拢真舒适，中昼迄卡斗会淡薄较烧热。不过中南部部分地区早暗会大雾，或者是云较低，会影响能见度。若是赛车的民众，就要注意安全。若温度的方面，各地低温是21度至24度。北部甲东半部的高温是26度至29度，中南部差不多是伫咧31度左右。若雨量的部分，东半部基隆北海岸会有短暂雨，西半部是侪云到好天。若中南部过昼了后，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为拜五开始，天气会转较淡湿、较凉冷。北部甲东半部也阁有中南部的山区有短暂雨。若金门甲马祖，规天的温度差不多是伫咧20度。提醒大家，即礼拜温度变化较大，若是出门都要会记哩擦衫。体育消息。综合报道。所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来看自由时报。中国有媒体指出，有相关部门最近甲富士康下底企业查税。富士康是属于鸿海集团，鸿海展会表示，合法下规定是集团伫咧全球各地基本的原则。会积极配合相关单位，若经济部表示，卖看情形来提供协助。所以咱来看《中国时报》，新冠肺炎疫情解封了后，不少国际上的歌手来咱台湾开演唱会，不过嘛出现不少黄牛票的问题。台北市文化局今年6月份至10月，就收到检举黄牛专区分案有505件，不过拢无采发，因讲因为这困难度是真悬。若文化部表示，高雄市有查到44个人买票了后，转卖趁钱手，已经甲6个人裁罚30万。过来，咱来看联合报，新竹遥君科技公司昨日报游览车员工旅游，却是伫咧国道3号路南分林到达这个路段，甲轿车相撞，造成4个人死亡，22个人受伤。检警查出这个游览车的司机是因为不当超车，才会发生这个事故。若游览车一个细陈的司机，伊嘛承认讲伊有超速。检察官讯后向分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核准。所以咱来看2024年的总统大选，民众党甲国民党要是超白白，那安尼敢要成超立委合作咧？国民党讲这嘛是一个办法。若侯友宜是要求各参选人爱甲两岸政策讲好明。另外，鸿海下底富士康传出去互中国查税的代志，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伊强调讲，伊已经甲富士康董事会职务辞掉，无咧插手啊。我们的科主
主席。规身红车喜气，人零人西，伊足高票当选。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日出席苗栗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讲苗栗是台湾客家庄上济所在，会当以全球客家中心来努力，做到一庄一制庆，一庄一特色。无党籍苗栗县长张东引到场徛台，提起去年选举新德市苗栗县南北合拢成功，典型团结就会当胜选。不过目前南北总统人选超未麻，拢无进展，是不是承担立委合作？这嘛引起关心。这也是一个办法的，当然这样的有困难的先 hold 住嘛，可以解决的先解决，这也是一种策略。国民党侯友宜出席挺侯友宜专刊，前副总统萧万长出来相挺，侯友宜承诺当选会检讨退伍制度，兴予军公教警消公道，嘛要求各参选人讲清楚两岸政策，尤其批评民进党赖清德质疑伊引来战争。尤其赖清德公然说支持台独万岁。 台独的务实工作者，你不是要引战，你不但我们要备战，最重要不能引战，麦哥底下骗了，你骗了选票。赖清德回访台南铁票村，分别出席立委王定宇、郭国文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讲国会过半有助完成江南建造，也延续总统蔡英文的路线，提高各方力量。同时，伊反对在野党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无法度得到好评。 日本的公司拢来台湾投资，什么原因呢？因为台积电半导体产业伫台南投资，台积电按5奈米，咱真用心甲清楚解决用水的问题，解决雅士的问题。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持续伫全台湾争取连署，不过鸿海所属的附属控重点企业传出去互中国税务查税，企业用地现场调查，中国是讲这是依法行政。郭董从4年前就交出经营权，那都没有去开董事会，今年更是把挂名的董事都辞掉。因为司机敏感过办讲，郭台铭已经辞掉附属控董事会职务，嘛无插内部运作，避免互外界加做联想。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美国国防部公布上新的中国军事报告，内容讲到中国可能会拍台湾的6大因素，包括台湾宣布独立、无限期延后两岸统一的对话，也是外国军队介入等等。有立委就认为讲，台湾应该要甲中国来沟通，而且嘛爱甲中国吓，互因唔敢行动。嘛有学者认为讲，台美的军事甲政治互动拢有牵连。 台海无平静，国防部日查到共机6台，其中超过海峡中线，加进入北部空域的2台，共南5车伫台海周边活动，国军持续监控处理。另外，美国国防部嘛关心共军的动态，最近发布中国军事态势报告，除了提起中共相关对台威胁，亲像共机真接扰台、模拟封锁、加弹道飞弹飞过天顶，也点出中共可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6大因素，包括台湾宣布独立、无讲白的台独偏向、台湾内部不安、无限期延后两岸统一对话、外国军队介入台湾的内部事务。 任何的情状都有可能成为用兵的借口，所以对台湾来讲，我们不带美国的智库或军方所做出的各种的情形的眼里，我们每一天都把它当作是中共解放军可能进攻的一天。两岸之间，它是必须要有所的。 这个务实的能够沟通的这个管道。那另外的话，其实台湾当然也要加强自主防卫的这个能力，也就是这个我们国防自己的准备哈。中基都认为，美国的报告讲出中共反制台独的红线，台湾在美中对抗的限制下，应该采取沟通加阻碍的2大策略。 针对美国总统拜登8月头一届动用总统拨款权，透过外国军事用资援助台湾，互中共真不满，也引起后续的台海军演。拜登即马有意向国会争取1050亿美金，援助以色列、乌克兰甲台湾，是不是会去达到中共的红线，也引起境内关心。 美台双方是不是会有一些突破中国过去所设的一些红线？比如说像是正副总统在美国这一边所遭受的，他碰到的官员，或者是美国现役官员来台湾，甚至是明年的环太平洋军演的一些情况，美台的联合军演啊等等这一类比较实质上面的合作。林英有分析，中共伫看俄乌战争的状况，无充足的准备，未随便武力还台。
不过明年拄到台湾新总统上任，环太平洋军演，台美捏造相关政治军事活动，恐惊会增加中共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继续来关心以色列日持续轰炸加沙，甲黎巴嫩边境的冲突是愈来愈严重。加沙过去24点钟内有200多个巴勒斯坦人不幸死亡，其中有100多个是囡仔。也那附近的国家叙利亚有2个机场嘛受到攻击，还佫死2个人。即嘛战争是愈拍愈凶，恐惊会互中东的冲突全面扩大。目前美国是按算要强化中东的防御。也那总统拜登有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佫有教宗方济各联络讨论冲突相关的问题。以色列甲黎巴嫩相接的北部边境，会让看到真侪所在伫咧庆宴，被认为是挺哈马斯，而且背后有伊朗伫咧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甲以色列军队发生冲突，以色列国家14个挖黎巴嫩甲叙利亚边境的城区列入疏散应变计划。שהוא לא יכול אפילו לדמיין. והמשמעות לא... 纳坦雅胡讲，法国总统马克宏甲荷兰的总理吕特将伫即礼拜访问以色列。伫即间叙利亚媒体也报道，以色列导弹射到大马士革甲阿勒颇机场，造成无法度运作，也有人死亡。以色列逐天拢伫咧轰炸，以下战争可能引发中东冲突全面扩大。华府警告讲，美国伫即个地区的利益风险正大。Are you encouraging the Israelis to delay invasion? 北京讲，总统拜登日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通电话讨论冲突的问题，也甲教宗方济各通电话讨论，主要避免这个区域情势升级，朝向中东持久的和平努力。因为情势愈来愈紧张，华府武装中东的等级也全面提升，强化伫这个地区的战力。Recently, we've seen rocket and UAV attacks against bases housing our troops in Iraq and Syria. We're concerned about potential escalation. If any group or any country is looking to widen this conflict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is very unfortunate situation that we see, our advice is don't. 巴勒斯坦人讲，英国接到以色列军队所传来军事宣传单，警告讲，要赶紧自加沙北部向南平线，来避免战争的伤害。若是无离开，可能会被认为是恐怖组织的一份子。巴勒斯坦驻地政府总理史泰耶希望国际社会建立统一战线，阻止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并且让人道援助会当入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以色列搁一届发动空袭，攻击约旦河西岸的一间清真寺。以色列军方宣布讲，有真侪哈马斯的成员死亡。在欧洲、亚洲甲北美洲，有真侪国家拢举办挺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呼吁都要赶紧停战。也那伫美国甲以色列，有民众要求哈马斯都要赶紧把人质放出来。亚拜示威激动化口号，英国伦敦市区日有10万人行上街路声援巴勒斯坦，正长的人阵差不多看无尾伫倒。This is their land. Gaza is their land. They should defend themselves. I'm not saying that they have the right to kill innocent people, but they have the right to defend themselves. 其他亲像欧洲的德国、奥地利、亚太地区的澳洲甲泰国、北美洲的加拿大甲美国这些所在，拜六拢出现挺巴勒斯坦的游行，民众呼吁加沙停战，嘛对以色列伤害到无辜表达愤怒。Ein Kind, da steht nicht Hamas. Ein Kind ist kein Terrorist. Ein Krankenhaus ist keine Organisation. Sowas darf nicht angegriffen werden. 美国费城有示威者摕真侪张相片，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互遐个去互哈马斯带走的人质会当赶紧返厝。同款的诉求，几落百个伫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民众嘛连续出来声援。We've lost complete contact. There's no sign of life, no signal. It's been 2 weeks now. 两边支持者的对立最近演变成真侪件受份犯罪。英国媒体引述伦敦警察厅的数据指出，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大伦敦地区伫过去2礼拜反犹太主义犯罪增加1353%，受份伊斯兰教犯罪升关140%。以色列空袭约旦河西岸城市一座清真寺，工作已经绑死真侪个准备发动攻击的哈马斯人员。针对17加沙一间病院，
具有一些的空袭。法国甲加拿大情报单位用分析结果指出，这不是以色列所做的。公司新闻两岸编译。镜头来看西班牙，西班牙警方抓到走私动物的案件，有400只猫仔甲狗仔是生活伫咧真垃圾的环境，而且这动物破病，甚至是去用苦毒来死亡。西班牙这几年修订动物保护法，若是虐待动物，相当会罚款20万的欧元，差不多是台票700万。天开无辜的目睭，这个狗仔拄啊幸运逃过一劫，无正做保发集团的牺牲品。西班牙警方10月破获一件大规模宠物走私，佮逮捕13人。警方发现，走私集团为东欧非法进口超过400多只的狗仔甲猫仔，因方怀疑下垃圾的环境条件，其中部分已经安尼破病，甚至互虐待死亡。警方2020年底就注意到这件宠物走私，因发现走私集团伪造宠物的来源证明物件，调工将未少已经破病的猫仔狗仔当作健康的宠物卖出去。西班牙最近几年动保意识提升，去年也通过刑法加重虐待放杀牺牲动物的法则，施虐者上悬会当处20万欧元的罚款，或700万台票。西国政府统计，当地当年大约有30万只宠物被放杀，其中约1/3后来被扑杀。Nuestro país traemos una reforma del Código Penal y además, en el caso de que el resultado de este maltrato sea la muerte del animal, las penas de cárcel van a poder ampliarse hasta los 24 meses. 这项新法今年9月正式上路，同时禁止伫无经过核准的商店也是网络卖宠物。想要饲宠物的民众，未来只会当透过合法番是业者的管道，若无会犯法。公司新闻江文编译。2022年，罗西亚全面入侵乌克兰。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是自第2届世界大战以来欧洲上大规模的战争之一。伫乌克兰的福建中心，因帮助因为战争目睭煞无看的退伍军人，互因会当学习家己生活能力。这原底拢是真简单日常生活代志，即嘛因爱用搁较侪气力甲耐心，才有法度来克服。所以因的亲人即嘛做伙来接受培训。两个伫战争当中失明的乌克兰退伍军人，伫福建中心人员的协助之下，学摕菜刀切牛仔龟、红色大肠啊，各将这物件扮做沙拉，还佫伫目睭看无的情形之下，安怎精准将苦辣倒伫杯仔内，中心做回生活自理的能力。另外，福建中心人员也协助因摕白果仔熟悉互我行路的行路线，佫将拄则的路线佫讲一摆。Мина легла прям 4-5 метров за спиной. Нас 5 тогда положило сразу. Все, что вспомню, вспышку. Ну, я сознание не терял, помню то я все, как меня тянули в подвал на покрывале. Пробило голову, и вспышка была яркая. Мне показалось, что у меня из глаз огонь вылетит. Потому я сразу понял, що я вже без глаз залишився. Вибух, я відразу втратив зір, мене відкинуло вибуховою хвилею. Я вже розумів по відчуттям, що помираю, лежу хвилини десь 2, потім зрозумів, що ні, хтось мене не відпускає туди. 乌克兰7名退伍军人的家属，也在福建中心的安排之下，有人将目睭按表咧体会视障者的心情甲难处，而且对学如何辅助视障亲人过生活。原本拢是简单的日常生活工作，不过即马因的伴侣爱更较专心、更较有耐心，才能完成。Було важко, тому що і з ложечки кормить, і не можна було його залишити. Бо спочатку ще я могла вийти, а потім ти куди? Тільки не йди, не довго. 福建中心负责人讲，早伫2014年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时阵，伊就往望去前线提供帮助。不过迄时阵也请求互人拒绝。为2019年举办第一摆的福建营了后，就陆续办过10多场。Нашою метою є не перевчити їх, не змінити їх, а просто дати їм шанс стати незалежним. 为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福建中心只办过2摆安的学习营，每一摆开15000欧元，差不多52万台票。目前无任何数据能显示乌克兰到底有偌济军人因为战争失明。公司新闻新录批评报。今仔日国际上还佫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
甲哈马斯的战争恐惊会拍几啊个月。也阁强调讲，哈马斯会为陆空这两方面来观察以色列的战机甲炮弹，而且因对加沙走廊武装团体攻击是一声都要有好势，而且以后袂阁有哈马斯。所以咱来看联合国瓦巴勒斯坦东部难民救济工作署表示，自哈马斯甲以色列爆发战争以来，已经有29个驻加沙走廊的人员不幸过往，在同时有一半是老师，伊嘛提出警告。讲加沙的燃料3日内就会用了啊！来关心伊朗2个女记者伫咧报道库德族女性艾米尼，因为无看头巾去互关押虐待死亡的这个新闻的时阵，去互指控讲因是甲美国政府合作危害国家安全。由伊朗革命法庭判一个爱关13年，一个爱关12年。这2个查某记者的律师是否认这个指控，而且讲会当提出上诉。镜头转来咱国内，台中的警察要抓毒品的通缉犯，这个态度煞是雄雄甲警察起卡动手。到在落尾手，这个警察是甲伊喷咸姜仔水，再甲伊压制抓起来。因那伫咧台北市的警方，因半暝伫咧路林做临检的时阵，有去查到一台轿车，车底有海洛因、甲安非他命等等几啊种毒品，现场是直接甲伊移送地检署。你会受伤啦！一个现场的查某人是毒品通缉犯，便衣警察表明身份了，要甲伊抓，伊煞规个抓狂，甲警方悠悠难难。代志发生伫咧21到2点外，地点伫台中市大理区环中东路6段。因为这个查甫人甲警察是拍到路中去，有民将开车经过，甲规个过程翕来放喺网络顶，引起大家的讨论。警方尾也是喷辣椒水才给压制。精神刷了，移送台中地检署归案。该名通缉犯拒捕，意图脱逃，当场与警方在马路中间发生扭打拉扯，所幸经本所2位同仁合力将其制服、逮捕，移送台中地检署归案。往前。OK， 车子帮我熄火一下。台北市警方伫几工前，伫新海路执行纠集群舞的时阵，甲一台轿车砸来查证件，结果闻到车内有毒品的味。姓杨的驾驶甲姓区的乘客落车了，看起来真紧张。结果警方伫咧驾驶座位下查到2包海洛因、24包安非他命、5包毒品果汁包，也有新的毒品还未过订。于该车驾驶座下方发现一个包包，内装有毒品海洛因2包。安非他命24包、毒品果汁包及掺有毒品安非他命成分之新兴毒品哈密瓜锭等证物。另外，一个发现注射糖、注安非他命的假尸等证物，案件依照毒品危害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并且继续追查其他的共犯。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无人大坑咧用的厝袂少，而且这个问题是愈来愈严重。公民团体邀请4个党的代表，就安怎解决空厝的问题来讲说明，嘛希望这个会期了也会当有共识来完成修法。透过扣档税的方式，互厝主甲坑咧用的厝提出来税人，增加供应了后，税厝的计效就会降低。厝价一日起，空厝的问题也真严重，对着真侪租厝人的权益是影响真大。扣囤房特别税也真侪人伫提议。公民团体二邀请4党的代表，就安怎来解决空厝的问题，向民众来讲清楚。在野党立委就批评执政党一直歪修法，唔知要建议到什么时阵。促使多数空置房屋进入市场之后，也可让租金补贴的政府的政策可以更有效。事实上，这个光从马政府到蔡政府，几乎我们房价价格就将近走了快3倍。房东被逼出来，但是也表示他要开始缴交他的租赁所得，那他会不会把这个租赁所得的税转嫁给房客呢？很难一步就到位哈，所以我们总要往前走。那所以房屋税的一个修正，这现在正在启动。在野党立委认为，经由中央另外定囤房特别税，伫税基甲税率的设计上提出真正有违法律的方案，才有法度互出头家帮手，导引这空厝出租。我们现在租屋是供不应求，所以说更多的房子拿出来出租的时候，事实上也对于我们目前租金的这个上涨，会有一些和缓的趋势。空置税这个部分呢，基本上也是一种惩罚税。
我觉得可以立法，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立法，而不是临时税。学者支持扣囤房特别税，经由登记扣税，互厝头家改变态度。也若知影党立委是希望讲，这个会期即要结束，条约会使有共识，完成修法，经由扣重税方法，互厝头家甲空厝租出去，降低租厝的计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医疗工会联合会，昨天下晡就医护人员去立法院外口举行医疗劳权大游行，因提出包括骹手爱保护脚、卖过劳、甲提升待遇等等的4大诉求。也卫福部处长王必胜回应讲，会阁找相关的工会来讨论，希望会当为源头来改善医护待遇，也阁有骹手无够的问题。人力不足不过来。前摆第一线医护人员每一个打扮做恐怖的鬼怪造型，考说即马的台湾医疗环境哪亲像地下职场，毋望用游行互各界甲卫福部这的政府单位重视医护心声。在我们跟这个医院讲说要求加薪的同时，医院会说你的健保的总额就是这样一点点，我怎么有办法帮你加薪？但是呢，跟卫福部讲，卫福部就说这我没有办法干涉私人医院的这个薪酬的这个规划。以医学中心为例，它本来就是规定是1:9，因为它是全日平均，所以你只要白班加小夜加大夜除以3，没有超过9就可以了。一个大夜照顾到18甚至20床，那有的人可能超过接近25。医护代表表示，国内差不多有32万人有护理师执照，不过敢若将近19万人愿意执业，原因就是薪水少。也甲推动3班互评比的问题一直无得到改善。为了改善医疗环境，因提出4大诉求，包括人力补助无过劳、安全职场无烦恼、尊重专业、提升待遇。最后是政府投资救健保。根据医护人员讲，卫福部伫游行前2天经过甲各医护工会团体讨论，不过这个工会大部分拢是病院的管理阶层，呼吁卫福部嘛爱邀请由各医护基层所组成的工会来协商，才会当彻底改善医护劳权。影响各院财务最严重当然是健保，健保这个总额的这个大饼要扩大，从这边的源头扩大，那将来他们的这个薪水才有可能会提高了。卫福部处长王必胜回应，最近会阁找工会协商，讨论相关诉求的落实办法，透过定期开会方式，重视各医护的诉求，改善医护人力上案的问题，让台湾医疗产业会当永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解封了后，真侪人拢出国佚佗。因为日本来台湾观光的人数是恢复了真慢，目前敢若是英国人数的一半尔。所以观光署举办相关优惠的活动，甲日本合作，招到上千人的旅游团来台湾促进观光。不过有学者嘛提醒政府，都要重视旅宿，也阁有服务业欠工真严重，也阁有观光业人才流失的问题。鸡面沙一个参乌醋肉素、茭白打面配一道台湾小菜，日本旅客食甲真滋味。这届来台湾的行程4天3暝，行7县市，大部分的团员拢是头一届来台湾。疫情了后，搁再来佚佗，也是感觉真亲切。方々、お店の方からそれこそ道歩いてる人からですね、すごく優しい、手伝ってくれたりとか、道を教えてくれたりとか、本当に親日っていうのを感じますので。それと台湾全体全国に至るところに日本の文化がですね、こうずっと伝承されて伝わってるなというのを感じると、台湾って本当に親日なんだなと。观光署表示，日本伫疫情前是咱国第2大入境旅客来源国，不过目前敢若疫情前的一半，主要是因为机票较薄、出国较贵，日本较慢解除防疫规定才会影响，所以特别对日本市场提出护照优惠。另外，国举办游台湾相片评选活动，也甲台湾旅行协会合办1000人来台湾的客位，成功招到1000多人的游客。不过，接待台湾导游嘛讲，疫情了后，因为欠工的影响，团客等待时间也较久。客人因为人手不足，我们要请他们就是自己照顾自己的这部分因为比方说行李啦然后因此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团体的整合。人手不够，那每一位员工他必须要负担的工作就会变得比较多。那这当然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服务品质一直有受到一些质疑的原因。
面对女宿甲服务业严重欠工，学者认为疫情了后人才流动已经请无人啊，甚至台湾饭店柜台服务人员拢去日本请去。政府一定要重视观光人才流失的问题，以免影响服务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顶礼拜全国因为肠仔病毒去互医生看的人数虽然是有较减少，不过目前肠仔病毒也有长期流行。今嘛所传出7亿型肠仔病毒第2档的疫苗欠货。消署讲，目前疫苗当伫咧做检验，若是有顺利，上紧月底就会当做。肠仔病毒71型疫苗今年8月初上市，基层诊所观察注射的状况比以前的更加踊跃，不过必须注满2剂，才会当有够的保护力。看人2个月时间已经够啊，真侪诊所的存货拢已经注完啊，目前还搁伫等进货，不少家长是烦恼无法度如期注到第2剂。第2剂呢，变成说没有货，那怎么办呢？其实虽然说延迟再打也不会有问题哈，但是我相信很多的那个病人呢，他已经被告知说2个月后要再打第2剂嘛，那你没有第2剂给他打，会造成一些民怨啦。医师分析，新冠疫情了后，免疫负载的影响，较早伫热天较会发作的肠仔病毒，即马也搁伫流行。今年累积的重症已经达到10例，连续感染肠仔病毒71型的重症有致死死亡的风险。虽然是自费的疫苗，不过也是有真侪家长愿意互囡仔来注。消署表示，肠仔病毒疫苗不是公费的疫苗，会照顺序对厂商送来的疫苗做检验。高端公司于9月起陆续向食药署申请9批。共约17.5万剂肠病毒疫苗的检验封间，目前皆尚在检验中。若检验与审查皆合格，预计最快可于10月底先放行1批2万余剂供国人接种。推测差不多有1万个细汉囡仔伫10月底前必须爱注第2剂。疫苗厂商高端是讲，药厂为9月初至9月中已经送出8万至10万剂肠仔病毒71型的疫苗，到时药署等待检验。记者综合报道。108考纲实施到今已经满4年啊！日后联盟公布2023年台湾儿小学习状况调查报告，发现即卖学生学习的压力也是真大，有的学生甚至补习都要补到3、5、4暗。有要落下的学生感觉学习疲劳，甚至出现自我伤害想法。建议家长尽量关心囡仔的身心状况，而且会当减轻囡仔对未来的焦虑。关怀陪伴不能少，孩子学习不过劳。同齐化考核讲出各中高中生学习的苦恼，因为108考纲上线已经满4年，日明22公布2023台湾儿小学习状况的调查报告。发现6成的儿童少年爱课后补习，都市学生囡仔超过7成，而且超过6成伫补习班上到9点，2成3爱上到10点以后，次数超过9成3的儿童少年困眠较无8点钟，3成7敢来当困5至6点钟。10点15分的时候从学校放学，接着去补习班到9点，然后继续待在补习班继续待1个小时，然后这样子回家再继续读书读到1点。那我自己在校外也有一些。现在是比赛啊，或者是学校有些专题报告等等的都要做，要花很多时间，然后这样忙一忙说然后加洗澡时间差不多就已经晚上2点。调查发现，强调适性发展的新课纲，对老师甲家长的课业要求，也是让学生囡仔的学习压力真大。将近6成的学生囡仔感觉学习会真忝，甚至出现自我伤害想法。可以去提供给孩子一些支持、一些理解，让孩子知道说，即使是他在一个比较低落，或他觉得自己好像表现得不那么好的情况下，其实他还是被接受的。家长除了不要只关心同学的学业表现，一定也要关心他的身体状况。比如说，如果有头痛、胃痛啊，或者是他真的就会有一些自伤的想法，一定要早期的发现。日后，我建议家长爱加看囡仔的日常生活甲身心状况，困眠爱有够。养成运动的习惯，减轻学习压力。家长甲学校嘛爱建构完善的生活辅导机制，减轻学生囡仔对未来的不安。参加会议的学者是建议，因为囡仔愈生愈少，家长更加应该让囡仔了解产业的发展趋势，才会当行着方向，适性发展。记者综合报道。
前一阵经过几下风台，加上山区清早有西北雨，南投水里第二期的报道，就因为水分过多，规片报道园有8成是朝朝拢必顺，袂当卖。农粮署甲台中农改场派代表去会勘，要来了解农民的需求。这内底这都拢烂啦，烂到内底去啊。农民甲纸袋透开，内底的葡萄拢已经必顺，有的甚至阁生菇。在地农民讲，风台刷刷来，这站山区过道也有西北雨，规片葡萄园有80趴的果子，因为水食伤济，拢烂去。对下晡时就落雨，有当时啊落到天光，雨水甘济，食济，时阵要到啊。当大爱说啥，雨水食济啊，全裂开啊。那果实裂开的，蛮就严重的哈。那它后续就会因为国府的关系，那个整串就会都失去商品价值。农民讲，一罐葡萄若有一粒坏去，就会倒甲规世界。就算甲状况较好的葡萄先加落来，也无通甲成本掠回来。农粮署会勘了后表示，会赶紧甲财政报告送去农业部，评估要安怎处理。专人紧甲咱这个公司紧甲呈回去农业部用技术来甲回应回来这个灾害救助我哋一定要上紧的速度来回复大家经过甲农民开会讨论，初步的共识是官方会放任风灾损失认定的标准，让大多数的农民会当摕到补偿，也会甲剩无一成的葡萄加工处理，甲损失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县卑南族巴布洛部落，因让15年了后，搁一届举办守护神的祭典，希望会当甲族人的心看慢下来，会当甲部落祭典的文化继续传承落去。卑南族巴布洛部落的族人，透早穿传统的衫，做伙聚集伫部落的守护神头前。部落的祭司准备金石叶啊，铺伫涂骹当做祭台，而且放德讲做的酒杯啊。不过这品是真特别，敢若厝底婚事顶部分的所在，来代表一只猪，简单隆重来办祭典。不像汉人说整只猪这样拿去拜这样，我们是这样切。巴布洛部落的守护神。传说伫日本时代，透过祭祀祈福，互部落避过战争甲水灾。不过战后，守护神一直对部落牵线。15年前才正式搬来甲即卖的聚会所，才有固定的场所。捌举办过一届所有部落守护神祭，不过后来就由各家族家己举办。这届过15年，有部落的族人提议，这款的祭典族人就要去放袂记哩。为了互族人团结起来，各举办一届所有部落的守护神祭，传承部落祭典的文化。在2战时期，我们也避开很多的，比如说那时候美军来轰炸这个部落的时候，都被阻隔在外面。最近可能有一些的活动，造成大家有部分的不清楚，可能会说不满意。那有透过这样的，大家能够把心胸放宽一点。巴布洛部落的守护神祭是部落日常的祭典，日期是由部落家己决定。即马要往年底，卑南族就要展开年祭，有族人先甲宫祠顶顶的蜡具摕出来祭拜，祈求今年年祭当中的大蜡祭会当大丰收。记者综合报道。伫个家己的中部乡有种买4000公顷的槟榔，这是地方真重要的经济作物。即马因配合文化部的计划，做槟榔染色的产品，互在地产业会当愈来愈多元。大票啦，阿妈资本机会完全靠这项，为为人叫我阿母通学习。这首青仔藏的台语诗，写中部在地人对槟榔的记忆。地方创新团队嘛用槟榔来做染色的材料，结合服装的设计，要替地方的产业创造新的可能。我们在槟榔染这一个部分，因为用技法的研发不一样，所以让槟榔的这个呈现会更美。好像我现在穿的这一件，就是槟榔跟蓝染的结合这样子。它就是很再生，运用再生的资源。然后创造出来的又是每一个衣服的花色都不一样，所以是很特别的。嘉义县的中部乡过去有种真侪槟榔，嘛是地方一项真重要的经济产业。地方创新团队2年外前投入槟榔染的研究，希望带动槟榔相关产业的转型。由细汉爬青仔丛去哩收鸟仔收，
甲伊青啊花开，搁然后咧，甲伊大粒，搁到尾即摆人咧从青啊籽咧做槟榔染，这规个过程其实是中部地区产业的做另外一个转换啦。那么这是有一个，不要说也有商机啦，会当讲来做这种再生的能力，2度使用。创新团队表示，过去槟榔互人感觉无讲介好，透过甲文化部合作的机会，希望毋但会当替地方种的槟榔找到新的用途，嘛替在地少年人找到倒来故乡做伙拍片的机会。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即卖时代做衫的速度是真紧，买衫嘛真利便，不过嘛愈来愈讨债清，产生环境的危机。有倡议永续发展的裁缝师，就发起伫街仔路补衫的运动。伫伦敦服装秀的前一天，伊伫路边提衫，希望互大众体会旧衫卖当有新的活力，这嘛是爱地球的表现。伫英国伦敦南部高埔的布罗姆利街路，20外个裁缝师坐伫家己准备椅啊，精心绣布，衫破起的所在，一针一线充满惜物的情怀。We're just kind of showing there is an alternative to just buying a lot of quick, cheap, disposable clothes by repairing and mending and keeping things and kind of loving them back to life. 发起街仔路填补运动的华伦讲，这毋是示威抗议，更毋是批判民众消费快时尚行为，是想要传达另外一种更加亲近环境的自我生活态度。Not something that's beyond them. It's something that's quite approachable. It's really doable. It doesn't have to be perfect. You know, it's not about perfection. It's about just making something last. And 每一个裁缝师椅仔后边拢挂家己填的标语，顶面写“填补取代拼掉自由”。俗家快时尚改变大家消费使用行为，产品每礼拜拢有新的，互消费者还未穿着新衫，搁赶流行买新衫。根据地球环保组织统计，每年有9200万吨的衫被拼掉，平均一秒到一台载满纺织品的分售车开一日燕麦场。Because there's a massive connection between overconsumption and the climate crisis. There's a lot of wasted resources go into making clothes, distributing them, selling them, and then if people just, buy them and throw them away, that's just enormously wasteful. 受环保潮流的影响，国际快时尚品牌也意识循环经济必要性，包含 Zara、Uniqlo 拢推出修复甲关键永续经营模式，用的纺织材料甲物流运输也遵守减碳方针，不止生态地球，也恢复大家珍惜衫的初心。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美国的 Starbucks 会当讲是咖啡连锁店的头局，为着达成企业 ESG 的目标。因鼓励消费者使用环保杯仔，而且按算因的纸杯仔至少爱用3成回收的材料来做。不过目前使用纸杯仔的数量也是真多，也阁有改善的空间。美国星巴克2021年开始伫西雅图举办环保杯的借杯仔计划，人客只要伫咧星巴克买咖啡的时阵付1美金的押金，就让租借会当重复使用的环保杯装咖啡。星巴克希望伫2030年全面停止使用一次性咖啡杯，因为星巴克大部分的粪扫甲温室气体排放量，拢是来自这款用一遍就断掉的杯啊。We know that if we can crack the code and figure out how to implement a reusable cup system everywhere and not have any more single-use disposable cups, everybody will follow.And we can change the system. 伫咧2008年迄当阵，星巴克就讲过，要伫咧2015年，和25%的人客拢使用环保顺环杯，伊也毋是第一个用顺环杯的连锁店。虽然即马环保意识愈来愈悬，不过不管是企业或者是人客，也是无啥愿意放弃一次性杯仔的方便。星巴克即马计划，互人客使用顺环杯，或者是开发会当回收的一次性杯仔。星巴克也计划自2025年开始，美国所有连锁店的一次性杯仔，伫咧制作的时阵，拢要用30%的回收材料。Maybe 10 years ago, it might have been a PR issue, but in this day and age, we know enough about climate change to know that sustainable policy is just the future. It's not even something in the abstract anymore. It's just something we have to do and figure out how to do it.
对2022年的财报来看，星巴克这个1.2%的销售额是来自环保杯，因过因无愿意讲，因究竟一年使用偌济技术性的杯盒。虽然这大家伫咧谈论气候变迁甲永续发展的意识愈来愈悬，但是也是当看到本所堂内面拢是被单调的技术性杯盒，所以环保永续发展也有正长的路要行。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1度至28度。还有未来这3日的气象。这几天温度变化较大，民众早暗都要加套衫。感谢大家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